每期的心脏病，常常拢会心脏乌白跳。台大病院心脏的内外科团队合作，伫咧帮患者装泵浦的时，嘛利用3D 立体电射技术来进行治疗。目前有2例成功案例哦，那么测绘来了解。不然电极好像是被车子撞到，真的很严重。8年前开始，詹女士常常抱心来到病院电烧，经过医生的判断，发现伊的倒心室敢若剩15%的功能，需要装心室泵浦来维持心脏的跳动。台大病院心脏内外科合作，伫装泵浦的手术内底，嘛顺续进行心脏外部的3D 电烧，互詹女士即马会当离开病院，生活恢复正常。有一些病人他心包膜外不是那么容易没有开胸之下进去，我们一样是用打针放到心脏外面，但是会因为许多的原因没有办法到我们想要到的地方。那外科医师就是把整个心脏的外面全部都拨开来，所以我们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，所以是更容易。台大病院即届将装心室泵浦甲电烧2种手术做伙做，是亚洲头一回，顺利甲2个病人医好。心脏外科医师王世贤表示，2种技术都已经真完善，不过要讲一个时间斗阵做，时间长是上大的考验。心律专家先把这个电烧处理，那中间就是2-3个小时。那但是因为胸骨开在那里，他说我还是得站在上面哦，因为心脏内科医生他们对于这种手术部分他们不负责，所以我们还是得继续站在上面。王世贤讲，根据统计，装心室泵浦2年了后的存活率有70%，已经算是真悬。伊嘛建议，若要装泵浦的患者，会当顺续电烧来解决抱心的问题。不过目前结合2种技术的手术，健保无补助。记者林思小桂林台北报道。